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嗰個聲音，咔咔，就係水杯入面結冰嘅聲音。明明我啱啱由水壺倒出嚟嘅，應該係滾水，應該有白煙升起，應該燙手，但一瞬間，全都變咗冰渣，黏稠、透明，像一隻冰冷嘅手合住我。嗰一秒，我成個人呆咗，唔係因為震驚，而係因為心入面升起咗種不祥嘅感覺。我知出事啦，推開窗，街道靜到詭異，成個城市就好似一夜之間俾人凍結咗，汽車全部化成冰雕，天橋閃住冷冽嘅光，甚至連天空都蒙上一層灰白，好似要崩塌落嚟。我手機屏幕閃咗一眼，出現一個數字-80°C，下面仲有一行閃動嘅紅字，極端天氣警告。我呼吸急促，白霧一口一口冒出嚟，鼻腔痛得好似刀割。我第一個念頭係要睇下對門嘅阿玲，佢同佢個仔縮喺走廊，成個人都凍到發紫。佢啜泣，暖氣冇咗，吹出嚟嘅係冰風。我個細佬女不停咳，成個人硬晒。我聽到，心口一沉。如果連屋企嘅暖氣都頂唔順，咁呢一座城市根本冇人捱得過。突然，砰一聲，樓下傳嚟粗口聲，搶米，快啲搶！我心入面一震，拖住阿玲走到大堂，便利店門口一片混亂，幾個街坊用鐵棍狂叫鐵閘，貨架上啲水同食物幾乎全結咗冰，有人發狂咁砸冰樽，手掌裂開，流血都冇停，有個老伯擋住門口，大聲喊：留返啲俾大家，唔好搶晒。下一秒，啪一聲，鐵棍直直落喺佢頭頂，老伯整個人倒落地，鼻血瞬間形成一條條紅色冰絲。阿玲嚇到發抖，我一把攬實佢，我深知呢度已經冇法律，冇秩序，人比寒冷更殘忍。黑暗籠罩一切，只有呼吸聲變得沉重。黑暗籠罩一切，只有呼吸聲變得沉重，每一口氣都化成霧，迎喺面前，好似鬼魂。你聽到冇？阿玲細聲講。我豎起耳，由地下傳嚟轟轟轟嘅聲音，唔似地震，唔似風雪，嗰種聲音深沉到好似有巨獸喺地底爬行。我心口沉咗落去，冷得唔止係氣溫。突然有人指住天台大喊：有火，快啲上去！我抬頭，紅光透過冰霧閃爍，好似希望嘅信號。人群躁動起嚟，爭住要衝上樓，但下一秒，紅光公然爆裂，幹震動令大廈都晃咗一下，天台水箱爆裂，連同幾十塊冰塊直直墮落，砸喺便利店門口，血同冰一齊濺開，人群慘叫，有人尖叫，唔係火，係爆炸，希望係一瞬間變成絕望。我拖住阿玲瘋狂後退，腦海亂到爆炸，呢度唔止係極寒，仲有啲嘢唔應該存在。我腦入面閃過手機最後一次更新嘅畫面，唔係-80°C，而係溫度計讀數失效。我呼吸急促，心跳得好似要裂開。換句話講，我低聲自語，我哋根本唔知真正嘅溫度係幾多。人群由混亂慢慢靜落嚟，因為地下嘅共鳴聲再一次響起，今次比之前更近，每一次低鳴都震到牆壁掉落冰屑，腳底傳嚟一陣陣顫動，好似有咩嘢正一步一步逼近呢座樓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眼神凝固，唔敢喐，唔敢講。就喺嗰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覺到真正嘅恐懼，唔係凍死，而係我哋根本唔知自己面對緊啲咩。